徐生話：今日自己睇啦，有冇徐生？我覺得對我嘅即係呢個劇啦，我第一次喺馬來西亞拍嘅華語劇啦，咁做男主角啦，咁係好大嘅挑戰。對於角色嚟講，亦都係即係點樣可以飾演諸葛亮靈魂穿越嚟到現代咧？之後當中我發生啲咩事咧？即係我覺得呢樣嘢本身已經係極大嘅吸引。演技啦，演技都好大嘅差。因為我覺得諸葛亮嚟到現代同每一個唔同角色去之間嘅一啲交流，全部都係好創新同埋好有新意。因為我覺得本身可能對於個 script 本身寫嘅嘢都有啲嘅保留，但係導演啊同監製啊劇組溝通好，其實係分嘅，同埋係有好好嘅 reasoning 去表達點解呢件事會發生。佢唔寫得係劇組啦，即係全部人，因為我覺得好溫暖、好窩心，好似從來冇拍到個劇組啲伙食咁好食。佢嚟咗2個月肥咗，好彩我唔肥，同埋好熱情啦，即係好大家好團結，好亦都係一個即係我事後諗翻，我覺得好難得係有一個非常之安全嘅環境俾我去創作。我覺得呢樣嘢對個演員嚟講係非常之重要。又唔會嘅，我而家食多咗炸雞咯，我嚟咗馬來西亞食咗炸雞，跟住我同事，我哋今次翻嚟做呢個少少宣傳，又係一落飛機即刻買咗炸雞食喺機場已經，係啊，咁就會關注馬來西亞炸雞啦，會關注馬來西亞嘅國 T 啦，國 T 個數都係非常之期待8月尾9月嗰陣時再翻嚟做一波宣傳嘅話。又可以食到好好味嘅馬來西亞美食。翻香港嚟緊有個電影要開始宣傳啦，叫做《浪花男女》啦。嗰個電影都期待，因為係即係角色類別嚟講，對我嚟講都係有啲變化啦。即係佢係偏幽默少少嘅，同埋有啲搞怪啲啦，同埋有赤裸上身啦，唔着衫啦 ，wake surf 啦。咁就亦都有為呢個電影都希望花啲心機去練下 wake surf。希望大家嗰時可以多多支持啦。